礼拜就是教师节啊，即马全教总呢是替老师来出声，伊抗议即马学校呢，互老师行政负担实在伤重，而且薪水高无合理。地书真侪学校呢，拢传出招无老师的情形，所以因是呼吁教育部要爱改善即个修法，而且呢，即个改善即个教育环境，嘛爱针对恶意的申诉来定出处理的机制。挺教师抗民粹，挺教师抗民粹。全教总、立委甲22个工会伫教育部门口抗议，表示即马有真侪人放弃做老师，亲像即学期伫咧开学前，各地区有真侪学校拢传出招无老师的状况。教师团体指出，愈来愈侪人才无爱做老师，就是因为即马教学现场压力大，薪水无合理，行政量伤济等等。看到现在的教育环境对教师多么的不利，校园滥诉折磨了无辜的教师，还占用了很多学校的行政资源。这些事件会摧毁很多很有热忱的老师。针对即马目前的教育问题，全教总提出5大诉求，包括爱建立合理的调薪机制，嘛爱减少行政负担，互老师以教学辅导学生为主。另外，针对老师互人恶意申诉的问题，因嘛要求政府爱修法、修正处理机制等等。这5个诉求就是我们今天跟教育部做整体的一个建议，希望教育部可以在这几个诉求各项的一个细项的部分积极处理。今天我们不希望教育部只是接受抗议书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了。全教总强调，这5大诉求唔若甲老师的权益有关系，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品质。希望教育部会当重视教育现场出现的问题，提出应对的办法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